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嘅，係阿明哥劉浩明。講到客家人嘅信仰，大部分人可能睇得上到，都可能係神山國王無路意味啊。其實喺我哋客家人嘅村莊地方，有一啲流傳久久嘅信仰，叫做蘭堂信仰。但是蘭堂信仰平常時唔能看到時，可能我看到講啊，也係一啲拜關帝廟嘅一啲廟哦，其實也可能係唔能看到係啲蘭堂嘅廟，因為蘭堂信仰地方一定可以從看到嘅，都係拜我哋嘅關聖帝君啊，還有婦幼帝君，還有其他神君。嗰種，但是唔啲人，我因為講啊，睇到看到都關聖帝君，而可能都講到，哎，也都可以啲關聖帝君嘅廟，其實唔係，而係蘭堂信仰差唔多對我哋清朝嘅時節都開始傳入嚟台灣。當初一啲人都講，因為蘭堂嘅時節可以傳說講，可以我哋去點黑，無論可以支持我哋嘅鴉片嘅嗰種我哋講源頭啦，嚇，其實可以治療是鴉片嘅一個問題。嗰時候開始蘭堂喺我哋嘅村莊地方開始慢慢地都開始可以當人去行了，慢慢地變成一啲村莊嘅一啲信仰中心。講到一件事情，我哋今日邀請到了一部分嘅專家，我哋嘅新華堂嘅玉堂來到嚟現場，我哋馬上來分享伊，喺頭先嚟講係一種蘭堂信仰係點樣來嘅。玉堂，好嘞，主持人好，各位觀眾大家好，我新北市新華堂主持人鄭玉堂。好，其實我同玉堂係一個有緣分咯，因為我爸爸我爸爸係一個中醫師，我師傅都係阿公，同時亦嘛係我嘅小學嘅同學，係國中嘅同學，嗰時見面邀請到佢來，我都感覺到嗰種有一種時態嘅講法，但是其實比如講，蘭堂信仰地位喺我哋莊下嘅一啲年輕人地位我哋可能係另外一個身份，但是另外一個身份可能都係蘭社。咁我想問一下玉堂，你幾時節攞開始接蘭社嘅工作？有一個民國83年之前，我攏在台北上班。爸爸嘅50公歲都同我講伊攞嘅，我硬放喺過來屏東，因為我喺台北做種，愈翕相學翕相，愈被喊過來以後呢，叫愈講阿公嘅廟面山堂，萬世接觸，愈殺數愈行廟安尼。每年嘅時間可能，其實我哋雙方嘅同我哋兩個人嘅年紀同樣嘛，嚇。唔講嘅時間做婚紗，嚇，其實算是我哋講幾時髦嘅一啲工作。但是你看馬上過來，如果喺鄉下開西商照相館，嚇，西商，然後又可以做蘭社。唔嘅時間，人強嘅心態，我想到攞可以接觸下啲東西。人強嘅心態都驚可能廟無現嘅，攏老人家睇嘅。像有一個阿公創廟嘅，都歸天數。歸天數嘅時間啊，有啲感慨都講，老人家攏封閉啦，唔會接觸落去消息，還是可以啊的。如同阿伯一定睇參詳過後冇參詳冇辦法，參詳過後變草詩歌都被揪出來講，你下擺冇人廟方嘅，我哋冇反應啦，安尼都離開廟方，離開面山堂，嗰都專心嚟照相館。嗰時突然講，可能幾時就馬上要改革一些事情。要改革。因為你講其實蘭堂行到一啲年頭嘅時間，可能馬上我哋嘅時代有些進步，但是幾時節嘅想法，幾時節我哋蘭堂廟方地步嗰度睇現實。嘛冇辦法接觸到安尼事。冇法度接觸到俾可以啊的。你專心講你做照相館，如果唔係法師，如果唔係歸面山堂，到88年嘅時間，有啲朋友嘅爸爸看到我講，唔得關聖帝君簽咯安尼。你講那一個面山堂嘅，伊講啲太廟嘅面關聖帝君簽啦，伊冇答伊。嗰有啲開宮嘅宮主，有讀到我都講，我叫佢歸天數哦。還是冇當做一回事，你哋這樣講，反正你緊做啦。結束到89年嘅時間，我師傅劉富祥羅先生咧，伊叫你講伊先翕伊太上，伊紀念相啦。翕好嘢看到伊翕好嘢講伊滿意嘛，滿意如果看到我有交羅盤，你講家後生嘅有愛來廟好冇，我要交我天地先生，我叫佢唔使嘢滿意。如果要天地先生，我講好啊呢。如果遇到條件，我哋咪講好咯。安尼，我哋必帶你咪講帶新華堂。唔多在講一件事情嘅時候，真係
起鸡毛皮哦。你这个上到讲，其实人家在讲关圣帝君的情的时节，我还没可以问讲，其实其实有一些看人家讲赌气。係算賭氣啦，唔係迄個，唔想去插一件事情。對迄路唔想插一件事，唔係開咩樣後路啦，因為係路唔係迄啦。因為伊主要路弄那個9年有是個10年從嘅台積電，我哋開天數安尼，啊路唔係開安尼。咁後來真是過去以後，才真是係講，應該講睇到人家師傅以後，你係開始伊對學路牌開始嚇，還是講去學開始學男生開始？沒有路牌本來阿公萬歲都教過嚟，萬歲都教過嘅，啊教過後呢，有鐵後上，在20歲行寫，伊講冇都也會行業後一路也有加出，伊講30歲行寫寫係冇加出的，那50、60歲咱開始咱算幼稚園啦，咱嚟講啦。啊！結果如希望開始如學蘭神，如開始學中劍，學陰劍，學技神，如反正如所有可以如事都已經搞啦，經搞如出來如點樣一直如各重要東西攏係在接啦，因為我哋提講，其實喺蘭神喺我哋客家嘅傳統地方，吼已經係一套各有制度嘅一種規矩吼。啊，除了我哋蘭神以外，其實話我有湖南話出嗰度山數，啊，呢度山數吼，其實唔看空來，呢度山數大部分如係講我哋咧仲好建議，係有部分嘅東西。如等於如果我哋開發私人，吼，我哋愛對爸爸媽媽愛個友好，對我哋國家愛尊重，大部分如係呢。但是你頭有講，唔開始對蘭神開始吼。從一般來講嘅話，蘭神係咩水平人可以教入去啊？有一啲講嚟講入學儀式。蘭神每個人都可以教入，按問題講，我入到地輩嚇，我必須要本神明考驗。考驗學嗰個東西要改到。我成學到嘢時，然後要本講，人家人可以學一條考驗嘛。成跌高嘅時候，本講有人用得冇。用唔得來等慢慢嚟修行，時間多自然會學佢多咧。嗰啲如果講蘭神，嗰啲如果講係入學啦，入學都有，他可能可以入學，但是看這個有學究嘅，有探究嘅，有他個人聽到他個人有的，我人講可能佢想而且進一步學馬個口語，但是以後咧愛神明同意錯嘅。係比如講我哋教天地風水。還是搞乜嘅考驗一條，比如講考驗你一條，啲通數拿出每個人犯得多，每個人看到有條通數拿出每個人要看，問題地方重缺，難題，不搞唔定，一般都不發現好嘅多，啱啱講搞到神明同意，有一種東西我考驗，我叫人我考驗，嗰種係心術無爭我考驗佢講。但係如果講同樣一啲東西考驗嘅，好冇得看嘅。都全篇重在啦，一定你哋嘛可以講我好，一定你哋嘛可以講我好。我都講用別個角度去看嘢東西，但是變成講，第一陣嘢本身好冇。我講你反都變成講，呢批以後佢就一分科時間，唔可以學下一科冇都愛神明同意嘅。但一般嚟講，我哋要大部分有哪一種嘅分科咯？大部分分科都睇嘅。最簡單的就是對三香禮開始哈，三香禮如果講神明的祭典呢，也會先出，會先搞一隻東西，也部分先搞會，那就搞別的，咱搞拜天公可以講難，拜天公可以要強神一條，必須要做參神。嗰時變成講，我前冇一個出現的問題。第一個創業我哋一度看行啦，其實係精神的一種禮儀，其實還有保留下來唔錯嘅。還有係，全部都還有保留。譬如講頭先講嗬，三仙禮，一路拜天公。但一般嚟對我哋外人來看嚟講，就等於講，路我哋講精神的一啲儀式地方一部分嘛。但是當然，對於你專業面嚟講嘅話，按樣嘅行禮嗬，按樣嘅叫步驟，按樣嘅行。而家一條步驟全部都話要走到行嘛，全部話要行。要走古禮行，走古禮行，唔可以減掉。如果反正唔可以減掉唔錯啊。反正以神明交代嘅事情都100%，天冇做8%啦，天冇做8%以上啦。
因为吼，我爸爸嘛係一個男神啊，嗰時就一路可能路附近某個油片啊真香，啊油片真香嘅話，你要開做醬對嘛？後來以為都開茶片後邊，如果有人講沒有乜人開，你等於講，其實我哋發現講，哦原來其實我哋一次認為嘅，我哋可能看唔到嗰種儀式地方，其實慢慢地聽我哋咧。軌道嘅撞下嘅嘅廟地方，其實還有一啲制度嘅保留啊，呢東西。咁將我哋三鄉里係咧係，我哋拜天公話，幾多人今天我嘅話，幾多人嘛要跌過高門咯。拜天公槍是你要跌過高嘅。你搞三鄉里，我哋廟是有跌過高嘅。別啲地方嘅人都唔知，家都冇，講我帶人做事，請人做事嘅。就直接都搞嘅。可是我還是感覺到講三鄉里嘅話，你係咪同我哋觀眾朋友講一下講，一般三鄉里嘅話，你係搞乜啊？喏，三鄉里都以前都控制，剛才說到都控制叫拜司里，叫下有啲戰爭嘅時間，比如講帝王要出去打仗，要上戰嘅時間，要選金田，三鄉里亂流傳下來嘅。咁我今日個比如講，我今日唔特別要講我三鄉里，我睇啲我係紅白嘅。睇啲先吟詩，係，佢移動客家，伊講國語聽唔得，講國語聽唔得，講客家人聽得。可是伊有台上啊。哦，唔等於你講三鄉里嘅念法同一般嘅念法冇重要。比如講伊有台上啊，比如講伊乜嘅神，伊家個我哋講關聖帝君嘅話，如南天文份聖帝嘛，關聖帝君關人主報仇節嘛，要如合法正常嚟念。伊念嘅時叫嚟，念出嚟，一心法通南天文份聖帝關聖帝君關人主報仇節，開金腳金羅，這是引的，也係引神，同神都提醒都講，這是在祭酒分享一主祭講神，我哋念以講神說講神，這就要你搶神，太有亂了。觀眾朋友，聽到一片，唔知有冇感覺到我哋以前嘅嗰種回憶完全都歸來啊！等一下下一趟嘅時間，我哋攞一唱我哋嘅玉蟲啊，同我哋音講，嗰時節嗰條金屬愛用嘅音樂，休息下，等下我哋馬上過來哦。翻過來福氣來，上檔節目我哋來賓來自棉花糖嘅玉廠，除咗同你講一下蘭塘地波嘅制度以外，亦還同我哋創嘅一段經文。我想問一下嗬，初初你同我創嘅幾段經文，都真係同我哋講，我哋因一段文章，冇咗一段經書嘅嗰種，我哋講口語嘅嗰種速度啦，冇咗嗰種音調都完全冇共樣。初初嘅係三鄉里嘅音調，三鄉里嘅音調，三鄉里嘅係。你咪同人講一下，一三鄉里同我哋一般看到嘅，我哋譬如講自控嘅嗰種三鄉里，共樣下？冇共樣，一般攏雙響，金發。金酒，咁我希望都金茶，啊，我哋有啲都金腳金肉，都金酒，雙響。嗰種頭咁樣嘅團寫題，我哋三鄉里嘅時，乜個時間會出現咯？都反正三鄉里開始都開始嘅，都開始念嘅。哦，嗰種而係唔妥有妥，嗰種有講到講，又係一定人講，一定人答，係一定人講，一定人答。又係乜人講咯？同神都前面講嗰個形神。同神講佢哋形神咧接下伊，形神都接下伊。嗰時候等於講形神接下伊嘅時間，都順便都講係咪都愛金酒。比如講係講念同神嘅意思嚇，同神比如講係更加發號施令，講比如講更加見關聖帝君，如伊執事在金腳金羅一主祭上堂行出鄉里。也係同神，形神接不到來，一心白事心法堂，南天文份聖帝關聖帝君關人主報仇前，
开，真足真路。啊，真迄个，我咧口述三桥，口述再口述，三口述歌声福味。伊行歌前面摆迄个开迄个鼓来念福味嘿，都福味。观众朋友，头先讲有，这有咁多讲，看我哋万岁睇嘅苗头方谈到嗰種客家話嗰種胸襟啦，譬如講頭都也俾三千里。你朋友說，以前我哋嗰種談出來嘅東西，但是你這個實在唔地嚟講嘛東西。頭都提的嗰個通常都講，你應該都可以斟酌絕啦嚇，斟酌佢是等於可以斟酌嘅。醫生伊講嘅話都講，我哋基本都對我哋棉花糖嘅全身體菌，嚇都開始斟酌嚇，然後都開始起起喺度要復味，嚇。嗰時其實也係一啲一問一答，係一問一答，一啲講啥？嗰時其實變成講，也俾嗰種花式是談好了，真係幾神奇啦，嚇！因為對我哋冇談過嘢嚟講，一啲普通嘅對話變成一啲幾有音調、幾典雅嘅一種講法嘅時間。咁你方係咪可以試驗一下？譬如講我哋從頭我飲嘅嗰種情景，咁你方用嗰種嘅我媽咪用我講同佢形容啊，叫嗰種台上嚟飲嘅時間，嚇變成唔一樣嘅東西。伊飲劍冇用台，一般用韻調。哦，韻調嚟飲，伊反正走路有走安尼走，一啲韻嘅。飲上從觀音飲冇中央。好，剛剛你講嚟示範一下，比如他講你嗰個所嘅我哋嘅我哋講情景啦，好幫容易到情景啦。剛剛你用客話先來，用客話講一遍哈。觀自在菩薩行成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吐一切苦惡。咁一通法按用嘢嘛？觀自在菩薩行成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吐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殊相啊，亦不異事。舍利子，是諸法空，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殊相啊，是無人亦必殺生，無殺生又必處罰，無人界乃至無異世界，無名亦無名盡，乃至無漏習亦無漏習盡。無故知滅道，無智亦無得。一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光啊！無光愛故，無有恐怖。眼裏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一般若波羅蜜多，當若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羅蜜多，是太深處，是太明處，是無上處，是無等等處，能除一切苦，真實不異。故說般若波羅蜜多諸具足，諸也迦提迦提，波羅揭，波羅僧迦提，菩提薩婆訶。也係一個韻腳。調安尼經驗安尼，而且我聽到朋友講，有韻腳吼，其實都健康係等咧頓點，都品質，係品質，還有即個，因為可能當時我見過係冇，譬如我哋講是有標點符號，以前冇標點符號時間，但是如也俾韻腳，除咗品質嘟好，聽咧睇嘅，也俾意思咧，一個團腳，好，嗰時都變成講，等學我也團飲法嘅時間，你再過來看，睇得見都可以。可能幾咩時間都睇啊，原來其實也係地方發團，佢嘅頓點，佢嘅意思，頓點，係。哦，嗰時以前睇，我哋講，可能我哋咧教育冇安排他的時間，讀經文，例如講我哋念經文一件事情，唔單止講認識，聽音嘛係佢是第一嘛，也係乜嘅意思？第一教，第一意思乜嘅意思？咁頭先同佢講到嘢，你講讀經文係用韻係咪？韻腳，咁頭都講嘅，我哋三篇裡係用台上，咪係一個韻腳。哦，咪係一個韻腳。韻腳係。好，嗰種也兩個韻腳係冇同樣嘅東西。同樣一樣嘅韻腳，用品質同樣嘅，只是講而家就用中文嚟念嘅方法，而到而家頓點嘅時候講冇好聽。嗰所以一般都講用客話念，客話韻腳同嘅。關於韻腳冇乜重要。其實等於講用唱嘅嘛，其實我咪可以講，按你講用唱嘅，等於講你唱不出一啲，按你講係音答，用唱出一啲音答，按你睇到，因為頭談空嚟，一路變成講一般嘅對話，你加入一啲旋律嘅地方，
伊的韵律摕地步，变成头风变得过顺，吼，马唔要讲过，马唔要讲安尼过上硬安尼一种情形。刚刚的地讲其实唔讲安尼，咧胸襟啦，朋友讲安尼投入几时间，安尼我用到一些安尼讲会讲法器嘛，法器装法器法器好，因为我想讲唔係講法器我聽，咁我哋聽從嘛有一條法器嚟聽從，你不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我哋對廿尾幾篇開始講，叫做拍的，關於講把好拍的好，天意係嗰個木魚咯，你講木你一般客家都講木嘅，木嘅，然後都講木嘅，好，第三咩？第三咩要尖螺。箭螺，箭多箭，箭螺，哦，其實闽南人基本上已經講，但是唔點樣講。好，我哋叫做你講柳葉，你講細輕嘅，就細輕嘅嗬，因為太輕嘅，按睇落個做白嘅，睇落做白嘅，啊細都見細見變輕嘅，好，啊有都細輕就是罄啊，罄竹難書的那個罄，輕嘅。啊，上面呢？上面茯苓啊，茯是茯。浮沉的那個浮嘛，茯竹的茯，茯苓，苓係茯苓係，茯苓，隔壁嘅楊貴府嘅，楊貴府愛沙槍嘅，楊貴府嘅，你問我哋沙槍嘅時間，如果用嘅，楊貴府嘅。嗰種一平常攏係平常的胸肌嘅時候會用到啊，係平常已經用到呀。嗰種等於講，唔可講三鄉里看向嚟是愛學用嘅去。對答好，從念出來。會用到也冇。三鄉里唔會用到也。唔會。有啲胸肌嘅時候有啲韻調，有啲音調啦，按樣彈嘅。嗰時乜個時間要開始學也嘅？也都先，比如說我家做參神有嘅，我先訓練一啲做參神，我必須要先對舌頭練，要舌頭慢用就可以練。只有可能的思路可以來練，只要做參神來進步。好，有好講我點講？我麻煩同我哋觀眾朋友紹介一下講，唔同我講做參神，嚇，做參神而後輩話要乜嘢？做參神拿茯苓嘅嘛？做參神拿茯苓，動安拿拍的。乜嘢啦？動安啊！動安嘛。比如講我做參神，我右手邊拿拍的，我左手邊拿木魚。兩片，一啲拿柳葉，一啲拿箭龍啊。嗰種從日頭嘅訓練係對，譬如話對男生開始，乜個時間能開始可以訓練到安尼一種？一般咧，我見講我家庭咩2年才能開始練，因為老人家多鐵當然而唔係搞啊，唔係講你係咪疲憊，係咪你講發氣啊？你講冇談都講發氣啦，講嗰談發氣，你睇響，人哋胸肌我響咪起到，都疲憊2年過後，我直接就講我學，都一路只係等我上去學嘅，從做3年講到學，一路只係等我上去學嘅。嗰種從而家你變成講，因為唔算還算我能講中壯年啦嚇，咁而家嘅咩方地步，看到嘅人強人多冇？去後生嘅36歲，對，還是屬於短程的呀。短程。咁安尼話，你比如講，假如我哋就全部我哋咧路前邊開始廿歲態嘅，可能體力冇辦法嘅，而家接不是嘅，我唔可能一定人，我要拿拍的，要拿箭路。所以嗰個更加都短程嘅嗰度嗰洋葱啊，一般後生我都講也係老人家嘅事情，我哋講也係後生嘅事情，唔係老人家嘅事情，老人家係做。喺教人，按你後生嘅學，你來，冇可能一下都講我做參神嘛，一下學都學唔又冇可能嘅事情啦，一定要佢叫嘅時間嚟學。咁從嗱你面臨你啲斷層嘅問題嘅話，有想到講應該去解決嘅問題。應該都以前南唐都重男強女，重男強女，如細妹嚟講嘅唔可以入南唐，我更加打破傳統。細妹可以入南唐地位，你盡量搞細妹，可以搞都搞嘅。至少多一班參與嘅對象嘛。多啲參與嘅對象係。其實我哋還是從我看到嘅嗰種歷史地位，其實後輩代表係一啲傳統，一樣我去行下去嘅個重要問題。休息下我哋下我哋咪嗰度個精彩故事哦。
翻過來復起來，上節目我哋來賓玉床同人講嘅飲見，同我哋一般飲水有乜個差別嗬？我想問一下玉床，你喺當初喺嗰種培訓嗰度男生嘅時候，有發生過嗰種鬼神奇嘅事情？啊，你喺福建嘅時節啦，福建嘅時節你哋講發音冇準確，喺冇你更加冇認真嘅時節，哦，嗰陣要喺上見上嚟上要要談到有人過身咧，啊要談到有上嚟天數上見，啊個要百個難忘嘅事情啊咧，你哋講喺上見啊講，比如講一團啊冇上到啊跳高椅啊，都更加別大下咧，你大起奇怪又嗱出得下咧。嗰時等於你講，我哋世世代代睇也要廟方地位，鄉下上見嘅我哋以前嘅嗰度阿公阿婆嗰度嗬，嗰時一個人講嚟過身咧，但是可能喺上見嘅時間，睇嘅時間，啊我都冇講靈魂啊，等講有啲精神，嘛鄉下睇上見，等於講也要上見嘅一段時間地位，等於也兩三百年嘅時間，全部。濃縮嗰睇地位，嗰時等於講唔等有相差嘅，無如講唔等相差嘅時間，我談到伊定，我天數上嘅上，天數上見嘅上嘢，無如講唔等相差嘅，伊就會講，有大意咯，大社團嘅，揾嚟大。嗰時變成講一種傳承嘅一種，我能講一種壓力嘛，唔係講壓力啦，一種真係個重擔，嚇一種嘅責任。比如我聽人神行，如果也唔單止係一啲上見嘅，其實伊係一啲世世代代嘅人客家總體，最重要嘅一啲文化傳承，都提一部分。唔係講也唔係一啲最簡單嘅一啲上見嘅一件事情。真正我哋常常談到講，譬如講我哋蘭同地方都有湖南啊，嚇，咁湖南同埋一般我哋講嘅同期有乜差別？同期後攏都拿撇劍，有啲講七步、五步安尼，都撇間啊串寫呀的，哦，如果第二劍，啊湖南如果文啊，如果反正也是傾向的事情，傾向，反正神明的交代嘛個事就是用藍筆嚟寫的，啊藍筆類的，你英文是個外字的形嘅，啊也藍頭如圖書。啊筆用流筆，用流蘇做筆，啊伊個你講要兩個什麼，兩個什麼，啊伊個藍筆喺寫詩嘅時間，我哋完全傾向嘅，啊反正伊講用像你天天寫嘅，我拿來筆嚟寫詩。等下我唔聽，我講義講用嘅，義係乜嘢啊？義係什麼？義係個義講用嘅，個講同人義講地位還是攞筆？哦，安尼哦，我哋筆同，我哋筆完全都冇，我哋筆沒有亂拿人，唔能提拿頓，拿人係因為天然之下嘅，啊寫時節你講可以伊寫詩嗰啲念出來呢，乜嘢念？我哋知道乜念，啊呢，念出來中坡路走史7年歷史，係冇7年，然後隔壁都要念，馬上記錄下來，係咪記錄下來？我一路按到湖南，係湖南係，咁而邊行我哋幾時節差唔多我哋村莊地方每年差唔多過年係，嚇，如果有啲鬼重要嘅，有啲發通按到開筆，係開筆，好，因為幾時節我爸爸以前伊阿妹如果去參加開筆，好，因為從我爸爸喺蘭城嘛，以前我去參加，乜按到開筆，開筆都幾年，比如講開筆都1年新春，春天。正月你一年分天白拿筆，神明天白下嚟講法，祝福大家新春快樂，啊，你講嘢就詩詞，啊祝時對啊就勉勵啊你，你一年天白符記表就開筆，好，你等於講等於講湖，等於買天白湖南啊，天白湖南係，咁等於如果天白湖南咯，買我哋咧藍筆天白。好，我哋咧神準天白講下啦，同他家人，同他家人祝福大家新春快樂嘅。因為我有啲朋友係專門我哋講記錄的啦，而啲寫模嘅，啊，伊都明白同我抱怨講，我嗰度天白就可以，但是藍筆開筆伊都冇辦法嘅。開筆個注重你講，你以前封建時代都男尊女卑啦，啊，嗰講實在都嗰排是寫模你批男同唔會啦。我探討人員嚇，都寫乜講，有嘅日思未來，
個唔清，有啲問題嘅，其他冇乜個問題，都兩件事嘅。嗰度其實，但是伊嘛，伊還是抱怨歸抱怨，但是其實伊嘛提供也係一個傳統，伊嘛其實嘛歸遵守安尼東西，意思講，海曼都一向係偏一偏去翕嘅改變啦，講好，嗰種也無會吧。咁我想問一下吼，因為其實講到現家為止啊，吼，我哋大部分都講我哋認同嘅事情，佢對你來講，其實我哋馬上一個中年人。即個我應做乜嘅？對你生活講，你做乜有乜嘅改變？無論乜嘅感應，然後會按感情去做一件事情。感應嘅事情算幾多啦？還有對最主要都係，我哋見證都講係食嘅。我老婆93年發病，簽到病院，簽到病院，對腸肝開始看臃腫。那麼個太陽有看過啊，兩面一直都沒用求一直嚟講，因為叫你發誓，你同人主講嘛，我食一下是可以食。我講野人你個陣留嚟做文書嘅話，我留喺度做文書，我就救起來。咁忙你就會帶走去，我同人哋講，一個跌高跌三嘅高啊，講留下來，只是人人偏看好嘅，中央醫生佢中央藥嘅，你一直都見，有真心寫嘢文嘅。我係96年嗰時都變個發病，一直看腸肝基督教營養看都看唔好。見看中央醫生咪講，查，你講曾先生查不出病因嘅，能提供人家右肺萎縮，可是我開不出藥。講我都沒用求，我都沒用講，你個種我用嚟吧嗬，你都睇留下來，唔好你係帶走去。快啲睇人終身好咯，你發現講終身好，冇太大冇錢咧，係講終身好咯，只是人都冇嘅。其實吼，聽下人做起完每日以後規劃他的時間啊，但係我哋講唔講喺爛頭無論我哋個沒有地步吼，其實唔單止講係一種我哋心靈信仰嘅中心，其實對幾多嘅醫學方面，伊嘛係一個重要嘅一個地方哦。譬如我哋嘅時間，幾多咩可會有出藥廠？藥廠，所以你嘅時間有出過藥廠冇？你嘅片吼？假如係老太骨壽4年生嘅時間，係骨中1年生嘅時間，個嘅冇讀書啊，應該是骨中3年嘅時間。對兩個同時擔到藥嘅病，同時擔到尿毒症啦，是講尿毒症啦，送到醫院咧唔係數講幾定時，你係講幾定時啊？工作重要時都看，伊講天醫順嘅牙個醫喺度，係40個禮醫唔到，要即係講醫唔到，伊冇話都開藥嘅，一個都求援助，我哋講援助都3種援助，冠狀底菌、婦幼底菌、九點使命症有冇分種底菌嚟都3援助，求吃藥廠，吃藥廠公開藥個都天涯過失，食得見農藥好嘅，伊規面嘅包裝種都認唔成嘅，實好嘅。老太都藥廠開藥嘅，依個開藥講個藥都乾藥咧，那也會用到啦。係講唔怕，人盡開都藥都用，用都自然又好嘅。藥廠伊冇聽講伊婦科都婦科，有時伊乾片，你也會片伊乾藥嘅本，蠻冇聽。有都有時會間其地方嚟一隻嘅。因為像我哋開藥店嘅人嚟講嘅話，其實藥廠我哋有，其實嘛有特別看過藥廠喎。藥廠一般都講男科、婦科，吼，如果頭都講個婦科，還有木科、外科。但是吼，如果伊對伊啲可能對中藥有了解嘅人，都建議幫佢哋可能感冒，譬如講男科地方可能讀到幾多偏針吼，感冒幾多東西都變咗男科地方。婦科，因為其中藥有藥嘅係婦科嘅專用藥，嗰時都變咗婦科、木科嘅地方。嗰種米白啲潮嘅時候，太藥都可以可能做到輕藥嘅東西，但是頭先我哋藥廠講嘅都一定會特別嚟講，伊係一啲藥托，但是用乾藥去做。因為其實我哋做到有時間吼，我哋你睇個藥廠地方吼，其實而家藥廠已經冇啦，因為我哋而家所有嘅醫療行業一定愛我哋醫生去看過。但是做起藥廠地方，其實嘛有啲鬼奇妙講，伊上面都下面嗰個誠心祈求，
如果冇沐浴嘅，沐浴嘅都誠心，都誠心祈求，嗰時明白反到幾條，譬如有人拿到6月紅啊，你反你講，哦冇呢，佛祖同講，如好做人如好做人如好嘅，係啊。其實吼，你這個對人家神來講嘅話，其實你這個嘛韓國我哋都市裡邊看過講嘅東西吼，做婚紗攝影嘛，哈，人家開始在講啊，在認同。你這個我哋講現代事情嘛接觸過，傳統嘅事情嘛接觸過。更加咧，唔希望講，從我哋對我哋外行嘅人嚟講，一種我哋講禮儀口語嚟講嘅話，其實都變成我哋係一個重要嘅文化傳統。它對人嚟講嘅話，伊可能話有各層嘅意思。咁你希望講嗰種，你對未來咯，你未來希望講，從我哋嘅文化傳統，怎樣傳下去啊？希望是一般都講佛教迄個陣有可以考上都提好。比如佛教講，伊有啲口語講出來講，教客家傳，伊更加有客家有教客家話嘛。啊，咱教客家話冇教客家口語，但是希望講可以加下口語考上下去安尼，教客家口語下去安尼。因為有種客家口語傳下去嘅話，伊也有乜個重要地方哈？重要地方你就講我哋傳承都講，我哋廟方一下廟愛用。也就你準時中途的，準時中途拜師哩，也3天你要拜師哩。我哋今日拜師你講無太無細，線上要講學生嘅亂嘅，也拜傳統嘅拜師哩，要傳下去。3天你要傳統嘅拜師哩。我哋常常喺談到講我哋外國嘅某個木十字合唱團咯，其實伊哋當初創嘅路係創本我哋伊哋嘅上天嘅一種歌嘅。但是呢種歌其實對我哋華人來講話，亦都凸顯喺我哋頭先我哋嘅肉從體邊，頭顯現出來嘅。譬如講我哋嘅陰劍嘅時節啦，我哋嘅胸劍嘅時節叫做銀條。銀條唔單止係我哋嘅傳統文化裏邊最重要一部分，同時嘛流失嘅嗰舊嘛嗰夾。嗰時希望講我哋喺不有人嘅機會，幫我哋嘅肢體可以接觸到我哋一個傳統嘅口語，可以俾我哋一個傳統嘅意識，可以慢慢真正嘅保留下去。今日各位感謝我哋玉松老師現場同我分享安道蘭堂嘅故事。感謝主持人，感謝各位觀眾朋友哈，有很多新北市新巴堂來坐了，多謝。休息一下哦，大家聽下先下來運動哦。各位觀眾大家好，又到好好運動嘅單元，我係謝諾夫先生，帶定我來準備人，向下來運動。今日我哋利用日嚟去緬甸，帶人同小朋友向下來做運動，培養我哋感情，阿嘛運動我哋身體。你大家準備好些麼？我哋向下來運動嘅哦。首先我哋準備日嚟去緬甸，幫我哋新人呢，有時下就上課阿啥，行網道，所以我哋嚟去緬甸練習嘅動作落去，睇當空滾，爬，我哋要慢做啲嘅示範落去，先上先嚟做示範，新人你睇隔壁看，先坐落來，坐穩來哦，手保護頭拿，腳控好，開始。你都完成了哦，要麼我哋帶點小朋友來做，一步一步來安全地坐定，面墊保護頭拿，手用好來。雖然呢啲唔拉，我哋都提聽住用鬆嘅慢慢來哦。好，開始。點好，你都一擺腳邊好來，再轉過來哦。準備好先。預備，1、2、3，開始。
哦，安尼如完成呢，来，同小朋友朴树一下伊。哦，第二呢，我哋要嚟用爬，要像我哋扮勉強嘅時候作弊，哦，用爬。好，首先我哋開燈，啊，慢慢地明燈，啊，數兩隻手柄好，最重要我哋腳打開來，哈，開始嘅哦，啊，一步一步來，啊，安尼都完成嘅哦，安尼我哋來向我哋小朋友表演來做示範。好，等落來，好腳用好地下哦，腳用好，好，身體用上來，身體用上來哈，用腳高一些，好，安尼，兩隻手，預備，好，開始，嘿，錯，一步一步來，兩隻手，好，腳用力，好，腳用力咯，啊，一步一步來哦。哦，完成呢，再一擺，好，再一擺哦，慢慢來哦。來，手用腳高一些都要腳夾個哈，腳太力，手太力，預備開始，好，用力，像做阿兵哥樣嘅哈，哦，朴樹哦，成功，相當嘅哈，再來馬上嚟係。我嚟左邊一下好嘅吼，跟拿燈衝伊吼，一隻手一隻腳吼，慢慢爬，吼，爸爸先來做示範，吼，一隻手一隻腳，吼，也嚟數嘛些痛，吼，預備開始，吼，都也都是得嘞，我嚟些鍛鍊這一年。幫落來一下，數是得保護我哋身體條件。好，準備人來。好，一隻手，用力，好，一隻手用過來，嘿，開始，嘿，錯，相當嘅好。哦，本身呢做一下體驗，哦，來，手本啊，好。爸爸，哦，來，我哋嚟再做一擺哦，哈，係，爸爸做一擺，你做一擺，好，兩隻手嘅，好吧，一隻手嘅，好，準備好勢，安尼，好，跳啦吧，轉來轉去，好，多一片都是放來，好，我哋再做一擺，來。啊，開始，哎，錯，啊，用力，好 ，OK， 相當嘅嗬，啊，再來用一隻手一隻腳，一隻手一隻腳，一隻手嘛是停痛，一隻手嘛是停痛，一隻腳，其實兩隻腳總體痛，啊，一步一步來。好，到嘅，好，bây giờ我哋嚟做開始呢，好，開始，哦，相當嘅好，朴樹成功，好，莫看安尼哦，安尼嘛要流汗，嘛運動多，再嚟我哋要慢練習。睇學校嘛有學嘅，哦跳遠，哦，有路定點嘅跳遠，哦，爸爸示範，哦，一二三我哋都記得兩個手，愛慢慢地，哦，哦，嘅輕鬆哦，哦，安尼問題冇幫到，請安全，希望我哋嚟同小朋友講下，嚟。好，慢慢地來哦，一二三人跳哦，哈，數腳嘅手可以打開來哦，哈，好，好嚟，係，
准备安尼，佮强壮1、2、3跳。哦，相同啊吼，再来一摆，再来一摆哦，好，再来一摆，好，准备哦，跳，哦，相同的吼，新人的运动同太人的鼓励吼，俺哋喺行路冇注意，讲到东西都放到，有时哈头脑都会打到天内，所以俺哋根本要保护俺哋頭腦吼，看俺哋最開始手同腳，安尼腳手保護頭腦，保護身體，也幫俺哋生意呢，老人家嘛佢樣唔會受傷哦，大朋友有時哈，俺哋冇注意去腳踏車行路走上去走鐵腳，掹到一係。都是用俺哋體的動作保護頭腦，他們俺哋頭腦上一片，我也咪用一片來做示範，冇注意放到，走走啊，哎呀放到誒，體的手撐到，第二保護頭腦，保護頭腦，轉眼看，盡量上下，保護頭腦，安尼觸上嘅地方。可能喺俺哋樹，俺哋樹，頭腦唔會觸上到，小朋友嚟做再做一擺，喺前面咧慢慢地放到，1、2、3放到誒，哎喲，表演得好，轉2圈、3圈，轉出來腦背嘛唔怕，表演得真好嚟，再來一擺保護俺哋安全，冇注意放到慢慢地來，慢動作，1、2、3，開始，放到誒，哎喲，轉相同嘅還有他們俺哋小朋友喺天台上爬其實辦些生意呢，俺哋搞運動，都地邊嚟爬，越爬越好，身體嘅健康唔好驚我做，不卡簡單的東西，我哋都識做，個腳爬過去，安尼放到用爬的，試看先呢，1、2、3放到1、2、3放到，爬衝，爬，安尼都多誒，相同的主要我哋根本的運動的目的都係。利用也來去腼腆，大人小朋友是來強化培養感情，還有保護自家身體。不管我哋騎腳踏車也好，小上橋行路冇注意，講到放到也係，你看我哋別人根本有學到，相信電視前面的觀眾和朋友先看到，放到也係要搞正人哋保護頭腦。今日我哋好好運動，大家有歡喜冇？我哋下擺見面咯。